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在今天的視頻中，我們將和大家分享使用高頻交易套利軟件，在外匯市場中到底賺取了多少利潤。我會一步一步地向大家展示所有內容，做到完全透明。那麼事不宜遲，讓我們直接開始吧。朋友們，首先你們可以看到的就是這裡顯示的經紀商名稱，經紀商的名字清楚地顯示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自行核實。在這裡，你們同樣可以看到賬戶名稱，正如你們所看到的，賬戶名稱非常清晰，而且可以明確地看到這是一個真實賬戶。除此之外，我還會向大家展示這個賬戶的完整交易歷史，以便徹底消除大家的所有疑問。在這個賬戶中，我們最初的入金是784美元，截至目前，我們已經產生了大約1055美元的利潤。你們可以直接在屏幕上進行查看和驗證。現在，在這裡你們還可以看到總提現金額，也就是我們在盈利之後，從這個賬戶中提取的資金總額1839美元。是的，你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裡顯示的數字1839美元。而在這裡，你們可以看到總利潤為1104美元。我再次強調一點，這是一個真實賬戶。你們現在看到的是該賬戶的完整交易記錄，其中包含了所有已經執行的交易操作。這筆入金是在12月5日完成的，入金額為724美元。正如你們所看到的，僅僅在一周內，也就是大約6到7天的時間裡，我們就成功地創造了接近1839美元的利潤。你們可以在這裡再次確認，利潤為1839美元。這是一個真實賬戶。接下來，我還會向大家展示該賬戶的完整報告，確保不留下任何疑問。在這裡，你們可以看到入金記錄；在這裡，你們可以看到出金記錄；而在這裡，你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所獲得的利潤。一切都完全公開透明。在賬戶內部，你們可以查看到總利潤、賬戶增長情況，以及所有其他重要的數據。如果你願意，你甚至可以逐筆查看每一筆交易。朋友們，這是一個真實賬戶，你們同樣也可以使用這款軟件，在外匯市場中獲得不錯的收益，並進行真實的資金提現。這些資金可以幫助你改善生活質量，同時也可以支持你的家人和身邊的親人。如果你在使用這款軟件的過程中需要任何幫助，都可以聯繫我，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。看看這個結果。我們最初只進行了一個相對較小的入金，但在短短一周內就實現了超過100%的回報率，這是一個非常顯著、非常重要的成果。你也可以通過使用這款軟件，在外匯市場中獲得穩定且可觀的盈利結果。如果你需要關於高頻交易套利軟件的任何幫助，可以通過聯繫我，我會盡快回復你。非常感謝你觀看本期視頻。我們下期再見。